全部前是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目前人好，目前人好，请坐下。喂，大家听没？咱就下昼吼，较轻拢有休息啊。当然下晡到4点，咱就结束。因为休息的时间拢是咱的啦。咱若要放休息吼，提醒50分钟啦吼。有需要的做去，去连得等，好从我哋这个时间，咱好好咱做者结婚吼，今日这个吼，咱好好听听咧，这个少年吼，大家讲甲真好势，讲到真精彩，所以呢，因为人讲英雄出于少年啦吼，咱当中伊的性长有希望。因为咱王中的书一路来用心甲咱教育，拢无插迄个撇步啦吼，把所有的功夫都传这少年的，少年来到发展吼，尽量把伊读的拢来贡献，来供应大家。都就是遮尔殊胜，遮尔宝贵。当然这个大家吼。对这个卫福奖以及着体育奖，加着这个这个道基奖啦吼，讲这3奖这3奖大家讲了真好，不过因为咱互个人有一寡心得，因为咱的第12奖的卫福奖就是讲老师甲你讲五色。令人不忘，五声五音令人念诵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颠平知力令人心不动，难得之好令人幸福，是圣人为福为目，是故气屁楚楚。这个物件吼，基本上来。体来讲是讲，这个用筋唱用地，生就熟，还是开始就是十底界。因为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用地。这个用地内底当中呢，因为咱的经文经的26本内底有一句话，伊安怎讲？讲用意识见我，用伊音声见我。是人行车当这个变如来，而这句话就典现了五色、五音、五味，这物件拢是一种的定。因为这定内底当中是安怎令人不忘、令人念诵、令人口爽，颠得令人心不忘。这物件拢是一种，因为这个咱人。利用阴气触入肉体了后，生出了这个色，或者解说叫做分别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色分别就是咱入去接触，这个我要卖，这个我要咱这杯水，这杯水这是一个白色的，嘛叫做无色，这叫做无色。但是你甲泡咖啡就叫做什么名？叫做无色。你甲讲，咱泡的茶咧叫做什么色？叫做黄色，叫做白色。你甲泡汽水红色，但是因为这茶色本来是因为无色，但是你甲泡成五色变成5种的色，但是咱众生的姊妹就处着啦吼。我要爱咖啡，我要爱汽水。我要爱茶，我要爱脑，去接触是这物件。其实咱会分做这5色出来，这5色出来是咱要讲，因为叫这5色砍掉咧，是啊5色砍掉咧，因为你本来的色是一种尔，因为迄叫做无色，这个无色，这叫做道，叫做水道，倒水的倒成了水，但是
互这五色啊落来了后，变成啊，变成伊能开始去接触着这表象的物件，所以变成你目睭，你无法当看出着迄个实相，迄个水的原色，迄个实相出来，所以变这物件骗伊啊。所以咱目睭一定用着目睭咧看物件，毋是用着咱智慧咧看物件。是圣人为福为目，是圣人，因为伊看的是看伊爱的是迄怎啊？是水的本色，伊毋是外口的这五色的物件。但是是个为福，福为目，去处处处，去处处，去这五色的物件，处着什物件？去处着伊的本色的物件。本色什么色？迄个道。道就是因为水，因为你五杯水，五杯水甲头前五色，但是咧各位姐妹，这五杯水伊无离开着这杯水，啥要离开这杯水？你家己是因为家己的元素甲泡成的，你地是地迄个泡成的，你起水是起水的元素甲冲成的，你把这元素都把摕除掉去，伊恢复伊本来水色，这个叫做为福不无，毋是落去表象的物件。是安咱合作会员甲你讲，讲啥物件？五八六七各圆转，但用名言不实色，玉灵专处不留情，凡应应处那条件。合作会员才不出的。五八，咱你一色心即是五八，叫做阿赖色；六七叫做原阿色，甲意色。迄个意识叫做潜意识。迄个第七色原阿色叫做潜意识，迄个换一个解说，迄叫做心意识。今日五八六七，六七阴阳转，五八好相转，是啊六七阴阳转。今日你去看到物件，这个色五色，咱你一色心这五色，这外口这，咱合作来讲。外有我们，内有你们。心是地，心是王，王基心地上，心在王在，心于王王。心在心在，心即心王，是着做会员安尼甲你讲。但是因为咱今日外口的我，咱你必须心，这叫做一个功夫。外简单讲就叫做一个业，业就是迄个啊，人咧。切大的物件，但是咱的六色要听好，迄个色是潜意识，迄个七色阿赖色叫做潜意识，深意识啊是潜意识。所以你若遇到代志，你若厝内讲好，我今日听一个心足艰苦，迄个心艰苦就是咱第七色的内底，迄叫做潜意识。我听一个心真痛，现在心足痛。迄个心痛，毋是第六是六七潜意识，伊是受过随过第七识潜意识，所以第七识换一个解释叫做执着。但是因为咱的五色、五音、五味变变离了，咱的知福、灵验、幸福，迄拢是做一个物件，迄拢是表象的物件。是表象你看到了后，迄个六色看到了，迄个。潜意识，潜足潜的啦，迄不是深意识，迄个潜意识，迄叫做因，叫做哪意因，迄就叫做意识，爱好了解。但是因为咱的意因主宰着六色，第六个色，那第六当去执行着头前迄五色，所以咱今日个问头，是互第六甲第七的操作，所以那六组会员甲你讲，六七阴阳转，五八好相转。六七就是咧讲，咱今日阴阳，咱今日这世界这叫做阴阳，阴地无翻身嘛，阴地做果地翻身嘛。但是因为咱今日当中，咱唔知对阴地下功夫嘛，咱对果地下功夫嘛，所以你忘了掉头嘛。虽然圣人为福归为目，圣人若是对六七咧下功夫嘛，
咱一对五官咧下功夫嘛，换一个解释，迄只你去看牛头、看牛舌来看牛尾，咱是咧看牛尾啊，咱性命是咧看牛头嘛。但是讲，咱三了唔对方向，所以变成呢，咱为目，咱反复的看你表象，看表象当作是相，但是讲起来，甲石头当作船，甲玻璃当作船桨，咱性命咱一了了分明，船桨就船桨，石头就石头，玻璃就玻璃，唔有咱哋要搞不清楚方向，所以咱性命为目。是个去处，去的讲，去迄表象的物件，所以不得你经过偏向的感觉，凡所有相，伊拢无实相，皆是遗忘。所以呢，咱今日爱的物件，是爱什物件？是爱迄个实相的物件，爱实际的物件，爱会超生去讨论的物件，咱唔是只整体哦，迄个时阵啊。你对我会你对，对只公司有人讲，台人有人讲，不离金光经，伊第3分，伊讲出话，伊讲说法的，欲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该非菩萨，这不菩萨，因为菩萨不是有这样，我相人相，我相人相，也对立法，第3分叫做众生相。迄个众生叫做重量众生，第4句话叫做寿者，寿者换一个解释叫失掉，所以叫做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所以你佛咧讲一句话就是安尼。所以你第12章的内底，我个人的看法，就是因为咱欲因了欲地，所以才生出着了咱这欲色，而且我不断，因我不断。欲因本来是一因性，分为了合性。伊现在咧甲讲起来，你大地道论当中讲，只有一根性，分为了合性。只有一根性，这根性叫做什么根？这根叫做意根。意思头前无见，咱你必须识这物件，若有意根这个根，这条根过，目睭若无这个根啊吼。这个根啊，目睭袂看；耳孔若无这个根，这个耳孔袂听啦；鼻啊若无这个根啊，你闻无味啦；咱的喙若无迄个根，你食无味啦；咱的身躯一支指头若无迄个迄个神经啊，迄个根啊，对吧？你的身躯袂灵动啦。但是分为了啊，是大部分干你必须识意，大部分了合成其实。人咧讲的是一件啦，所以咱今日来到这个世间，必须或者这欲根，必须你了解欲现色声香味触法了后，必有形欲色，欲色就是叫做分别意识，安尼对啦吼。所以呢，人圣人，人三个迄个根，迄个根就是清净无染的条根啦。迄条根叫做哪？迄条根叫做六祖。甲你讲，转色生智，转色就是讲你转外口遐物件，成就你内在的智慧。毋知甲你讲，我迄个妙观测地，言语讲平等性智心无变。迄个妙观测就是对意识咧转，迄个平等性智心无变就对七识咧讲。所以第7识叫做深，叫做深根。别人叫做哪？大祖甲你讲叫做哪？叫做心。咱的心有病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你的心，你的心的执着就是你心的发病。但是你来当平等，迄个性质你的性质有病。所以呢，咱要哪利用欲根转欲色，要利色要甲转移，咱的哪？咱的智叫做心，咱迄个意识转的叫做智。所以伊讲我法欲是个人转，但用名言无实相。这句话就是咧讲我什么？迄个名言言语多端，声名自然。文字道体经一本册，这是一个文字，这是一个名言。但是伊内底无实相，伊是文人在道，文非道，手人之外，手人外。这本袂当互你超生去传落来。
但是你若当按照这本册的道理去行，安尼就无简单啦。所以来讲，咱用缅甸话是玉林转厝，听好哦。迄个转厝，你会当对木，你会当对木，甲转入去福的，你会当对迄个屁，甲转入去厝的，你气厝气屁厝对屁对迄个外口的物件，甲转入去实在爱的物件，迄叫做气厝气屁厝。哦，这是咱六组会员，你甲伊讲，伫这个12种的内底当中，咱有这个感受啦吼。当然，第13种呢叫做体育种啦吼。体育种咱吼感觉4个重点吼。第一，就叫做体育育经啦吼，叫做体育哦，这2句话啦。第2句话呢，就是咧甲讲，我所以有大患者，为我有心啊，这第2重点。第3重点呢，我无心。我有何患？第3重点。第4重点呢？故贵以心为天下，若可以见天下；爱以心为天下，若可以作天下。因为这段任何个人的话，有个4点。当然，什么叫做冲欲？本来无去物，何来冲欲？本来无去物，何来冲欲？就是你的心有得这片物件，你的心有爱迄物件，你来冲欲。咱甲你学了，你欢喜要死啊！咱甲你嫌有啊，你气要死啊！请问来甲讲起，冲欲伊本来无问题，音声本来无问题，问题是你这个心，你的这个心起要无常，因为你这个心轻轻飘一线，路中就出现。所以第1句话就甲你讲为哦，伊讲你有冲欲，就是对外口。因为外口的物件动到着你内心上的执着，你当这物件。你外口你的内心上也无执着，其实外口的物件，安怎甲你，来讲，安怎甲你批评，安怎甲你诽谤，安怎甲你学了，你嘛袂起心。咱当时迄个什么人呢？苏东坡的，伊讲北方吹不动。温者积阴也，对不？北方称积毁义，力衰苦乐，这北方。但是苏东坡这个放屁名，伊就安那，就他大会讲有对不对吼？所以这就是讲，苏东坡虽然在文学的造诣上，实在是咱讲真怪。不过呢，一心理上内底当中，你当时的迄个六组，当时的迄个什么人啊？迄个迄个。可以啊，伊就看出着苏东坡，因为伊是落去表象尔，伊落去在物件。但是咱修道毋是表象，咱修道是内在功夫。所以体育育经，伊后壁讲贵在分心，迄个贵的解释是怎啊？迄个贵就是因为咱今日在意。你今日做在意这个物件，你今日做重视这个物件，你今日做执着这个物件，这个叫做在意。这是什么物件？在意你有一个这个心，是安怎这个心？这个心咱嘛知讲，这是一个生老病死的物件，这嘛是一个一种的变心变变的物件。是安怎你贵大欢有心？因为你这个心，你贪着了，当时咱民主讲一句话，伊讲体有小大，有贵贱，为小害大，为贱害贵，用其大小为大民，用其小小为小民，这是当时咱民主啊，论语篇内底迄个民主篇内底讲一句，民主讲一句话，因为咱今日贵在于心，因为你对你家己。太过头重视，因为你在意你家己，因为安怎讲？你太我迄个话的我太少，我慢，我能，我吃，我不断，忍我不断，你就是这样。这个是你叫做呢贵大欢无心，迄个贵就是讲
你太执着，你太重视，你太在意，你太在意你这个心。既然讲，你既然讲，哦，你今日无民主，迄个我就是，迄个内面讲起来，60大师讲过是话讲，有我最极深，王公无比。所以今日咱就有这个，咱就有这个心，咱就在这个我不断，忍辱不断。你在哪？你在调用。如果你没有不在意，你不在意我不断，忍辱不断，调用对你来讲起来，因为完全是北风吹不动，稳就是知音面。但是第三句话来讲，伊讲敬我无心，我又何欢？这句话就来讲，如果我若无执着，我若无在意，我若无重视，今日我才有欢，欢就是讲我受到受到委屈，迄个欢就讲我受到委屈，我受到批判，我无执着这物件，你安怎甲我学了，我嘛是安尼；你安怎甲批评，我嘛是安尼。因安尼讲，你已经含道已经上当，完全就是无论人安怎甲咱批评，安怎甲学了，安怎甲批判，我完全是一个作自在。所以伊讲，为我有心，敬我无心，我又何欢？后边句话，作者嘛就讲，高贵以心为天下。这个高贵，头前有一个贵大欢，贵大欢欲心，后边一句话叫做高贵以心为天下。这两句话拢有一个贵，这个贵的道理就是讲，你去对一个所在，你去对一个所在。你今仔日这个心，你若甲下入冲入，你今仔日会感觉足委屈，会感觉肉紧。你今仔日这个贵，若甲无心，这个贵，你若甲摕掉你这个在意的这种的东西，但是你今仔日含道即上当，你会当去，你高贵心有天啊，你这个心。以大公无私，你用大我到这个心在处理代志。那安尼当中，你会当替天下做代志，你会当处理天下代志。天下就是你就是天下。你会当为作者众生来做作者代志。所以后边讲说，爱以心为天下，欲可作天下。那安尼当中呢，你今仔日爱以心为天下，你今仔日就爱天下，你无有自己。耶稣讲叫做博爱，他叫做博爱。你佛家讲叫做哪？叫做慈爱。因为有这个大了后，你唔是落入个人的私爱，你唔是落入个人的宠爱，爱是宠辱的当中，你才能会当做天下代志。因为你袂受到人甲你诽谤，而你今仔日就唔捌；你袂受到人甲你学了，就从来袂死啊！你袂安尼。因为该做你做，受到是咱的本质，受到是咱的本分。无因为你甲我讲，我做作善，我就欢喜到要害。无因为人甲我批评讲，你今日食菜食到肚菜胃干，我就受到啊。无这个问题，因为讲，因为你爱以心为天下，你今日所有人都甲批评，对我来讲起来，我拢袂受影响。这是第13章、14章呢，因咱互学有一个感受啦吼。因为视之不见名曰义，听之不闻名曰义，读之不明名曰伪。此三者不可抵敌。这个物件，最高品质是物件？最高品质静悄悄，静悄悄就是什物件？叫道嘛，足简单的物件。最高品质叫做这个朋友运转有声音无？无嘛？你今仔日，你这个自信，这个马体，甲你运作着你的专心，伊有甲你讲，我做辛苦无？我做了一对分无？你今仔日咧困，我就爱要多甲你运作，伊有多甲你讲意见有无？无，因为迄个自信，就完全运作着你这个马体24小时当中，因为伊绝对无
无去执着这物件，伊嘛无啥无去，但是三者不可抵得，这个三者不可抵得，听好是咱华的本身的告诉，三者不可抵，三者不可以抵得，叫做不可思议的物件。这个抵得的解释叫做思议，因为这三项不可思议的物件，什么叫做不可思议？因为无色，死而不见无色，听而不虚无声，不知不听为微无形，不可思议。所以如果大道，因为真正起来讲，大道无形，大道无形，大道无形是有天地，大道无情转为我大道无形，叫做万物。我不的机灵，用名还道。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物件，三者这三个加起来，真正不可思议。故混为为一，这三个加起来，甲讲做一合，混为就是甲合起来，讲叫做道。安尼一就是道，所以咱华会知啊，伫道经第迄个42章当中出的，道这经讲，道这经一，道成一，一成二，二成三，三成万物的物件。所以呢，因为故混为为一，依相不教，依下不埋；依相不教就是也无较光明，依下不埋也较活，生成不可名。这个生成不可名，咱华的解释就是绵绵不断。生成的解释叫做绵绵，因为伊就是绵绵不断的一直来层层生成不断的物件。啊，这种物件当中呢，无名。你讲这个地球，你运作有名无？咱无名，叫名别道啊。大道无名是有天地，叫二物，迄时阵啊，运转天道，运转这个地球，伊无名，所以层层的是讲绵绵不断的，一直来，绵绵不断的一直来。所以呢，伊无名，复归伊物。这个复归于物的意思就是，咱道经第16章你来现在看卖，伊有来对有讲的，圣人令，伊就是讲，有物无物，各为其因，归因越精，归因越精，是故不变。道经第16章，伊就讲到这段话，复归有物，有物无物，夫云云倒归其根，伊个复归就伊个根本。但是伊的根本呢，伊就是讲，因为归根越精，你要回归到你的本源，一定爱哪？爱头前迄三句话就是：你有色，你有声，你有形，这是不可思议的道理。所以伊甲你讲的时阵啊，讲到哪？讲归根越精，那是为复灭。那安尼呢，咱复归到你本来。是上的真面目，所以呢，伊后面就甲你讲，伊讲是为无种之种，无物之物，即句人句话，无种之种，无物之物，无种叫做空，之种叫做有，无物叫做空，之上叫做有。因为即个物件，你甲讲无吗？伊个有，你甲讲有吗？伊个无，所以叫做无上之种，无上之种，无物之上，是为佛法。这个佛法的意思就是，佛法就是非有，非没有，非没有，非有。你讲有吗？伊个无，你讲无吗？伊个有。所以伊讲啥呢？是为佛法。因为不可思议的物件，言之不见其手，随之不见其好。你讲言面对来，你嘛无看到伊个头；你讲对伊个嘛，你嘛无看到伊个好。所以呢，因为《易经》讲经的29分，分的为苏摩地，苏摩地若有人言，如来无来，有去有则有我，是言不改，我所说的。如来讲。无以将来，也无以去，是故名如来。迄个如来实相的道理，就是讲啥物件？如来实相的道理是在讲道。你老师来讲道，你如来实相，就是讲咱的自性，咱的本性。
咱这个本身物件，你讲有头吗？都无头；你讲有尾吗？都无看到尾。所以咱讲，言之不敬其手，随之不敬其方。执古之道，以夷今之有。这个执古之道呢，是讲圣人应秉持差异分在的妙道来以易世。这句话是讲执古之道，以夷今有之有。圣人应秉持着差异过去存落来这种的妙道来定义世间。这句叫做安尼吼，这是咧我本身的感受啦吼。人之过史，是为道德。哪会当了解着过去至今，过去古就是过去，史就是过去开始到今来，圣人就是依着过去这种的道理，依着过去这种的世俗的道理，来咧治理这个秉持着过去的这种道理来咧治理世界。但是讲话恁听，这个叫做道义，这个道义的解说就是讲道的规矩。足简单的道理，伊绝对无违反着这个道。伊，咱今日过，明仔载就后日来，伊绝对按照规矩咧行。这个地球若无按照规矩咧行，这个地球连伊甲万业的生有收入，安尼咱就活动，咱活动生活。所以道，伊义就是讲这个言规矩安尼行。不过呢，因为今日这是咱学校。本身啦吼，这个小小的礼物啦吼，嘛，互咱各位，大家做参考看对唔对啦吼，若唔对的当中希望咱各位建言来对，然后做一个修改吼，因为一个班教授做一个结束，最后祝福咱各位大家身体愉快，身体健康，好，谢谢各位。感谢父亲慈悲贤道一公，坤道一公，咱在此一言分享。是不是现在有地板？精益义和6月份青上教育班完成，向我们祈祷5行30公于前道1公，再1公，3公，感谢父亲慈悲之公。感谢点师慈悲之功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之功，坤道1功，再1功，3功，感谢父前慈悲之功，感谢点师慈悲之功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之功。我们先站一下哈，现在楼上收结果。咱等下咱爱上单位的前人才吼，留落来吼，等下去收迄个椅仔，清理迄个场地，吼以上。咱等下咱楼顶吼，楼顶有迄个电动吼，咱等下吼替楼顶替吼，好，谢谢。接棒。
30公里前到1公，再1公，30公，持架前人1公，送架副前人1公，送架各位点的40公，昏到1公，再1公，30公，持架前人1公，送架副前人1公，送架各位点的40公。啊，过几年比安尼个难点哦。